大家好，又係傾仔我。今日我會介紹點樣去 download 一啲 YouTube 嘅片。首先啦，我會揾一首音樂先啦，求其喺呢度打緊食，聽音樂。唔錯。就喺呢度啦，YouTube 嗰條 link 度啦，就喺 YouTube 前面呢個 www 嗰度打 kiss，你要親吻呢條影片，就俾佢撈一陣啦，就咁樣就彈咗呢嚿嘢出嚟。佢呢個網頁係攞嚟下載一啲嗰啲叫咩？就下載一啲影片啊嗰啲嘢嘅，但係速度唔算太快嘅。或者可以喺呢度，如果唔想等嘅，可以喺呢度呢個位撳入去，可以 down 嘅，down 咗嗰嚿嘢，可以喺牆面度揾到啊，拎一拎嘅啦。嗱，或者呢度乜嘢話乜叉事啊？唉，拎一拎先，唔好意思，佢班瞓落緊啦，快啲開啊！就係呢嚿嘢啦，傳說中嘅神嘅器。唔正題，冇用嘅。嗱，如果想執行呢個網，你就撳呢個。呢度佢會彈咗成隻嘢出嚟嘅，你又可以 MP4 乜格式都可以自己揀，視乎你部電腦嘅嗰個下載嘅速度，加上你嘅容量。我就呢個啦，就儲存啦，自動採取方法，咁樣亦得，或者喺呢度就揀翻呢個格式啦，然後 download 邊度都得，得咗。而家就喺度靜靜咁樣等佢撈完啦，又係咁，兩邊都係撈緊。開到兩個瀏覽器，高能同火狐差唔多速度。如果用網頁嘅話呢，如果你100 M 或以上，香港寬頻或者其他又得，唔係賣廣告，都可以嘅，就快啲，我唔要呢個有排就可以噶啦。下面有任何嘅問題咧，就歡迎就喺 Facebook 啦，就 at 我啦，或者就喺 YouTube 入面就喺呢條片下面就覆我啦。係咁，拜拜。